即摆来介绍四边形。什物是四边形？四边形就是有四个边、四个角，而且迄四个角三天平平360度，就是36。啊，即摆来介绍一寡定定看到的四边形。好，头一个就是平行四边形。来，你看即摆图，顶悬下骹两个边是平行的，正面、倒面两个边嘛是平行。啊，即款就是平行四边形。啊，平行四边形，顶悬下骹两个边，毋若平行尔，伊两个边嘛是平长，正面、倒面嘛共款，平行搁平长，即款平行四边形。啊，过来另外一种，伊是平行四边形的一种哦。毋过你看，这四个角拢是90度，拢是曲尺角，这就叫做长高形啊。长高形，好，所以长高形伊是平行四边形的一种。啊，过来另外一个，来，你看哦，这四个边拢是平长的，顶悬下骹平行，正面倒面嘛平行，即款的就是四方尺。四方尺，所以四方尺伊是长高形的一种。四方尺嘛是平行四边形的一种。好，来过来看这吼，这你看四个边拢是平长的，即款的平行四边形，伊就是满旁尺。满旁尺，所以满旁尺伊是平行四边形的一种。所以咱会使看来即摆图吼，来你做清楚。平行四边形是一个大家族，你看，长高形是平行四边形的一种，满旁尺嘛是平行四边形的一种。当然，你看四方尺，四方尺伊是长高形的一种，伊嘛是满旁尺的一种。当然，伊嘛是平行四边形的一种。好，啊，另外一个来，你看这，来右看卖这啥？顶悬下骹两个边是平行，正边、倒边两个边无平行，迄就叫做车高形。车高形。好，啊，另外这个来，你看顶悬正边、倒边两个边平长，下骹正边、倒边两个边平长，这叫做啥？迄亲像咧放风吹款，这就是风吹形啊。风吹形啊。3加3，2领3裤；3减3，2领裤3。啊，裤加裤，真正2领裤；裤减裤，无裤，搁脱2领3。